来关心学生，若是揸手机去学校，敢是爱全部拢交予老师统一来管理呢？教育部日公布相关管理原则的草案。日时的时阵，有10外高中生去教育部外口静坐抗议，因为因真不满，因认为讲这个草案甲手机管理交予学校家己来决定，学生的代表根本就无讨论的空间，要求就要撤回这个草案。 北部拜六和不正大，教育部也伫前一暗讲，6月7日将会举行学生座谈会。严过要讲30位来自无共高中的学生，也是照计划伫教育部头前静坐抗议。这个权益是直接切身到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手机真的是，不管是游戏还是说我平常在跑学校的公务，我都是用手机去跟学校老师沟通联络的。 因南部表达诉求，主要是因为教育部公告的早行动载具甲学校管理原则草案。高中这边虽然是各学校家己讨论定，也规定学生代表至少爱全体会议人数的1/3，严过到校务会议也是有可能被否决。 在最广大的校务会议当中，其实学生代表只占8%，也就是可能有400多位到500多位的老师，而仅仅只有22位的学生能够参与到校务会议当中，并且学生的提案、学生的参与其实是非常受到限制的。学生也认为草案公布进前无大范围收集学生的意见，大部分学校应该照草案甲范本去定，真无诚意。 他有写到是说学校应统一管理啊，或是这个应以关系为原则这些东西。学校他因为也不想惹事端，如果他想要定更宽松或更严，他就可能会触犯，就是违反这个原则。教育部资科司代表出面接受电情，欢迎学生伫6月7日参加座谈，或者是伫公共政治平台表达意见。对学生要求撤回草案，表示这码草案是有过期，会加听意见进行修正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